特别是这几年有一些行动剧，就是比如说有某些人在抗议，或者是就是抗议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要去呼吁一些什么事情，都会在一些空间啊，然后演一个短剧，可能会拿一些人形立牌。如果说我对这个人我抗议这个部门做了什么事情，我可能会把那个部门的首长的人形立牌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所有人对他丢鸡蛋啊，然后或者是喷油漆啊什么的，然后甚至最后放火烧这样。类似这样的行动剧，大家在电视上有看过啦，好，所以呢，这个行动剧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人形立牌，或者是他们找一个人去演那个人，然后对他不断的丢鸡蛋也好，或者是喷油漆，或者是撒狗血，不管，就是任何的事情，我们这样看那个行动剧的时候，会知道那个就是一个剧嘛。只是我们要看是看什么，看那个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是他们最重要要表达的一个点。所以当我们在看行动剧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说，哦，真的有这样子一个人，然后他们会去把他丢鸡蛋，而是去看他的要表达的精神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常常讲说，有时候看戏啊，就是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那圣经呢，对于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应该算是内行人，是吧？大家基督徒我们对圣经应该蛮熟悉的哦。至少外面的人看我们会觉得，你们基督徒应该对圣经很了解啊，这样你们应该是内行人。可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想不管是内行人也好，外行人也好，都看不太懂。所谓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会有人说，看得懂啊，这故事就这样叙述很清楚啊，就是上帝要亚伯拉罕杀了他的以撒，献燔祭给上帝这样。看得懂吗？很多人其实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不只是未信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就连我们基督徒都觉得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上帝怎么会做这种要求呢？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是这个以撒，我们都知道是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应许要给他的孩子，直到他100岁的时候，他才真正得到这个孩子，从他的妻子得到以撒这个孩子。可是今天居然，如今以撒已经长大到一个地步，然后呢？上帝说：“你要把你的孩子献给我。”我们都知道，上帝是非常慈悲怜悯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他怎么会做出这样子不人道、这么残酷、这么残忍的要求？每一个帅，每一个漂亮，后面那个小豆子那么可爱，杀了献给我。献燔祭，这样子的，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惊吓的一个要求。但是上帝这种要求对当时古代近东的人来讲，其实并不陌生。献上出熟的贡品，出熟，我们常在圣经有读到尼希米记里面讲说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贡品在当时迦南文化，古代近东，他们会献上自己的长子。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会说，上帝不让儿女经火啊什么的，就是不能把儿女烧了这样子。就当时他们那里的文化是会献上，要么就是献上长子，要么就是献上第一只出生的牛羊，或者是第一批刚出产的土产，就刚成熟的，刚熟成第一批啊这个是他们所选择的。当时古代近东当地迦南地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常在用的一个献祭礼仪。所以呢，这样子的要求对亚伯拉罕其实并不陌生，这样子要献上长子的这个要求其实并不陌生。但是现在上帝要亚伯拉罕在他跟以撒当中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站在我这边，还是选择你要保留你的长子？这样违背伦理的要求，让身处21世纪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接受。很多慕道友，包括我们信徒在内，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都想都不想的就给他略过了，或者这个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略过忽略它，
吗？甚至有的人看到这个经文就跌倒了，就觉得真的他们无法认同上帝既然会做这个要求，不只是无法认同上帝这么要求，他们更无法理解亚伯拉罕怎么样，完全没有跟上帝说任何 argue 都没有了，就很顺服，然后很愿意就这样子去做了耶。这让我们觉得很傻眼，很无言。你亚伯拉罕，你好歹你也为你儿子求情吧，完全没有啊。那我们干嘛？皇帝不急急死太监，那我们还替他那个着急吗？干着急吗？他二话不说就愿意照着上帝的要求去做。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真的讲到这里来，其实就是真的无解啊。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要换个角度去看，我们不能用历史事实的角度去看、去读这个经文、这个故事，我们要用行动句的那个角度来解读这段经文。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行动句，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发生了怎样的一个事实，而是要看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它所要表达的内涵跟精神到底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去看的。我们要用神学的角度去看，而不是用历史事实的角度去看。好，现在呢，如果因为我们这样子去看，我们就可以破除一个我们心里的一个疙瘩。好，可能这个疙瘩放在大家心里很久了，从小到大读这段经文就是觉得不可思议。万一哪一天我爸妈说要把我杀了献给上帝，我就这样子吗？就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很不可思议。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会破除了一个，就是一个是强人所难的上帝，一位是顺服到不可思议的亚伯拉罕，他们两个到底是在演哪一出戏呀？好，如今我们就可以看得懂了，就可以大概知道了解。好，那现在说到重点，万一哪一天上帝有这样子要求我们在某一个人事物的身上跟他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如何回应呢？我们会不会像亚当选择了他的爱人夏娃？因为上帝当初命令他，你不能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可是当他的爱人夏娃拿给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选择了他的夏娃，他没有选择上帝。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这样子，没有坚定的站在上帝那一边？今天的经文段落，我们特别读到第22章的第10节，就是亚伯拉罕他真要下手要杀了以撒。在他要做这个行动，甚至于在跟着以撒一起同行爬到那个摩利亚地那个山上去的时候，他心里难道没有恐惧、担忧跟害怕吗？他也是个人呢。我相信任何为人父母的，就算你不为人，你是个孩子好了，你都会觉得说这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个决定。可是今天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他的恐惧，他心里一定有恐惧，而且这个恐惧是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以撒是怎么得来的，对不对？我们在过去从12章是读到上帝呼召他出来，然后一直从他应许给他一个孩子，一直到罗德，一直到以利以谢，一直到以实玛利，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样子的，这么迫切的想要一个孩子。他觉得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如今他等到了，但是以撒却是亚伯拉罕今天要献上的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比如说刚刚讲说第一批收成的农产，收成农产以后，好，这一批收成了献给上帝，可能万一后面遇到天灾了，就没有收成啦，就没有办法说，上帝，那你还给我，因为我不够吃，我不够花用的。没有的，出熟的果子就是第一批的就先献上了。如果以我们现在21世纪来讲，这个出熟果子的意义，献上出熟果子就是，如果我们是做生意的人，就是或者是每天都有收入的人，可能是第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你的收入通通归给上帝，后面的就归自己有，就是这个意思哈。每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每个礼拜的第一天，那如果你的是算月的，就是每个月的可能前几天，你就是献给上帝的。或许会有人讲，做生意要有成本嘛，那成本怎么扣掉嘛？先把成本扣掉。
不要忘记哦，当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成本哦，生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成本啊？好，我要献上第一批出熟的果子，撒种啊，劳心劳力各种的什么的，那也是成本啊。你要养一头牛羊，然后呢它长大刚生出来的，你也要成本啊。可是那个时候的人，没有人敢跟上帝讨价还价，还要求成本，所以呢，就是你的收入好，每个礼拜的头一天就是献给上帝，这就是当初他们出手果子的概念。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11奉献啊，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11奉献的概念，对我们来讲其实非常的有恩典啊。因为11奉献的概念就是上帝已经先给你10了，已经全部先给你了，然后你再从这当中取1/10嘛，大家数学这个简单都会算，对不对？先给了你10，你再从里面拿1出来，意思是上帝已经先给你了。先给你的，可是呢，还是有许多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会跟上帝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因为我们都不想交出自己的主权，我们会以为这些钱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愿意给上帝多少，愿意给教会多少，那是我们对上帝的恩惠，我们对上帝、对教会的施舍。所以，当我们对11奉献在品头论足的时候，在那边斤斤计较的时候，其实证明了我们在钱财上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们很怕献出去就没有了，或者献出去就不够了。我们的行为证明了我们的信心不过如此而已，我们非常的害怕。要知道，如果今天1毛钱你都不用奉献，你也无法摆脱在金钱上恐惧的这件事情。今天即使你1毛钱都不奉献，你也无法摆脱这一个恐惧。说实在话，说到奉献都是很伤感情的。常常讲说到奉献就伤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感情。或许很多人会说，教会怎么那么缺钱啊？为什么牧师一直在讲奉献？其实11奉献有11奉献的基督徒，他们就好像马太福音25章里面有10位童女，其中有5位有预备油，另外5位童女没有预备油。有预备11奉献的，就好像那5位预备油的童女，他们随时等着新郎来，然后一起赴新郎的宴席，一起赴新郎的宴席。其实，如果你真的信心不够，你不奉献也没有关系，教会不会因为你不奉献就关门大吉。你不奉献，上帝自会从别处来补足他教会的需要。之前我们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还记得吗？末底改跟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因为今日的机会。如果你此时闭口不言，犹太人也必从别处得拯救。”今天不是教会缺钱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奉献的问题，问题在于你愿意回应上帝多少。你愿意是成为那个预备油，然后随时可以进入上帝宴席的那一位童女吗？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部行动剧，我们发现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上帝不会在我们没有的时候要求我们献上。意思是说，当上帝这样子要求我们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有了，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他不会再应许亚伯拉罕说：“哦，我要应许给你一个孩子。”然后亚伯拉罕连生都还没有生出来，然后就说：“哦，你要先把你的，然后呢，你要把你的独生爱子献上给我。”不是的，是他已经生出来，已经拥有了，而且以撒没有夭折，他拥有，他活得好好的，他有了，然后上帝才要求把你所有的、你拥有的献上，多种的。在哥林多后书有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上帝绝对不会强人所难，要我们献上我们没有的东西。只有对上帝的信心，才能战胜我们内心的恐惧。亚伯拉罕的例子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信心需要被磨练，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必须给予我们信心有能够被磨练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恐惧的那个点，最害怕的那个点。
牧师在高中的时候，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吧，我有去参加那时候救国团有一个类似一个战斗营这样子，好。然后呢，我是参加那个伞兵训练那种，我是就是去对我来讲就是去玩那种。然后伞兵训练他们就有一个高塔，那个高塔就是我那时候是到屏东马家乡，我记得那个地方就是有个伞兵训练的基地，它那个高塔就是测量到人类的惧高点，就是最害怕，就是那个高就是34英尺，那个惧高点，当每一个人站在上面的时候，就是即便你没有惧高症的人啊，就是你站在那个点往下看，你都会整个脚软，整个人就是发软，你根本就是就是有那个研究根据的。你在低一点或是高一点都不会那么害怕，只有在那个点的时候是最害怕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做伞兵训练了，就是反正就是救国团的游戏，但是真正的伞兵就是这样每天这样训练的，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背着装备，然后爬到那个高塔去，然后那个高塔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屋檐障碍物啊，就是整个它那个壁是垂直的嘛，然后就这样一看，我其实牧师算是蛮有胆量的，因为我坐云霄飞车什么我都一定会坐第一个这样子。可是当我还很自信满满的这个这样看，然后跳下来一个月跳下来好像很简单，然后是真的自己站在那上面的时候，我真的脚软哎。然后就旁边的教官嘛，就说他们有个口令，1、2、3跳这样子，然后就1、2、3，我就顿了一下，不敢跳，因为真的是很恐怖的脚真的很软的。后来想说跳就跳吧，顿了一下，好就跳下去。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超可怕的。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我们的惧高点。常常我们会在信心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会爬着，我们可能会本能的会觉得说，到那个高点不行了，我大概到这边就好了。可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上个礼拜有讲到，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选择站在上帝那边。所以当他想要停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上帝又催逼他，给他应许说，你要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所以从罗德，从以利以谢到以实玛利，他的信心不断的受到考验，然后到现在，他站到了一个巨高点，就是上帝要他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上帝让他怎么样？跨过那个居高点。上帝一开始呼召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家，就是要离开什么？离开你的舒适圈，进入那一条非常充满冒险的信心奇幻之旅。”这样。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经过不断的修剪，经过不断的磨练，他跨越了信心的巨高点，他站上了一个制高点。当我们信心跨过了那个巨高点的时候，我们就站上了一个信心的制高点。他坚信上帝必有预备。当他这样子，当他的儿子在问他说：“老爸，那个要献燔祭的羊羔在哪？”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已经跨越了那个信心的巨高点，他用信心的制高点，他说上帝必有预备。他并不是先知还可以预知说，上帝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为他预备献燔祭的羔羊，不是的。他那时候的信心是告诉我们，也是告诉他自己，就算他这一刀杀下去了，就算他这一刀把他的以撒给杀死了，上帝也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实现上帝他自己所应许的一切。他相信，即或不然，他也相信上帝。就像但以理，我们之前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知道但以理的狮子坑，知道但以理的3个朋友如何进入火窑里面。即或不然，他们都相信上帝，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跨过了那个巨高点。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试炼，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信心可以有多高。如果我们
的信心没有经过考验，我们也永远不了解上帝用多么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成就他所应许的。11奉献，虽然有人说，那个好像是旧约时代的要求，那是旧约时代的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牧师没有人在讲11奉献的啦。可是我们要知道，新约恩典的时代要跨越旧约律法的限制。我们现在是自由的，我们被耶稣得赎，是自由的。我们要跨越旧约那个11奉献那个律法上的约束跟限制。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却会卡在这个地方，跨不过去。我们好像活得比旧约时代那些人还不如。我们无法活出有主同在、自由、不受拘束、不受限制的那样子的生命。其实11奉献不应该是基督徒的紧箍咒。我知道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建成啊，其实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会友对于一讲到11奉献，就好像紧箍咒一样，弄得他们非常全身不舒服。其实11奉献它应该是基督徒的福音，因为当我们跨过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会再受任何的恐惧来辖制捆绑。那为什么要总是要说钱呢？因为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不能侍奉我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他知道，耶稣上帝非常的知道，我们人类最大最在意的一个点就是钱财这件事情。很多人跨不过去，当我们可以跨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受11奉献的束缚。谁说一定要11奉献？难道不能12奉献、13奉献吗？在台中有一间蒙恩教会，它也是长老教会。不要说长老教会都没有灵命，都不火热什么的。长老教会有非常火热、非常爱主、爱上帝的。这一间蒙恩教会的它是在2005年设立的。他教会的地点他教会的土地本来是一位他也是在台中当地一位林长老的土地。那个长老年纪大，他有一个土地在台中，那个时候是七期重划区的地方，本来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可是后来重划下去之后，哇，市值上亿元，600平左右的土地。可是他却把这市值上亿元的土地全部奉献给教会。他说：“我要奉献给教会，在那边要盖一间教会。”他跟他的2个儿子说：“老爸，我要把遗产这个市值上亿元600平的土地奉献给教会。”2个儿子没有一句话，就是他们都认同，都同意。然后这个事就这么成了，如今他们从2005年建堂到现在，不到20年的时间，他们已经有400多位的陪参会员，有4位牧者，还有许许多多的专职的同工。这个蒙恩教会它的名字也非常有典故。当初会取蒙恩，是因为用台语来讲蒙恩，可是台语另外有一个字，就是华语是忘记的忘啊，蒙恩是叫做蒙恩，但是忘记的忘记恩典的这个忘恩呢，忘恩在台语的发音也是一样，也是蒙恩。那个时候他们为这个教会取这个名字，用意是什么？用意是，如果你不是蒙恩，你就是忘恩，因为它的台语的发音都是一样，都是蒙恩。意思是提醒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大家要做一个蒙恩的人，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这个礼拜我想大家都知道，有那个上个礼拜开始有那个血 Q 饼，对不对？妇女团契有推出，为了教会的健康基金，在义卖血 Q 饼。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价钱也相对的便宜，
但是它的料却是比外面的好，料好实在。这些料都有经过改良，就是用非常健康的食材，然后呢也非常的多，内容物也非常的多，可是卖的却比外面便宜，为的就是他们要筹措教会的修缮基金这个部分。在这个礼拜，因为相对便宜，所以接单他们上礼拜接单接的非常的多，接到他们现在每一个礼拜，上个礼拜每一个从礼拜1到礼拜6，每一天，这些妇女团契的妇女们，她们只要一工作结束就跑来教会，或者是家里的事情一做完就跑来教会来帮忙。她们付出的时间跟心力早就超过11了，早就超过1/10了。当他们在付出摆上的时候，没有人会去计算说，这个时间啊，那如果是11的话，大概是几个小时？那我今天大概1个小时就好了，然后明天2个小时，那后天半个小时，没有人这样子去算。每一个人都是全心全意、甘心乐意奉献，甘心乐意的摆上自己的时间，摆上自己的劳力。经过妇女团契这样的抛砖引玉，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不会因为义卖才为教会奉献，而是会按着自己对上帝诸般的恩典来回应，是更自由、更不受拘束，为教会各样事工来奉献。亚伯拉罕之所以会让我们成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随时准备好要顺服，他随时准备好要付诸行动。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出戏，我们看起来实在是很傻，看不懂。在蒙恩教会的那个例子，那出戏，我们也觉得太傻了，看不懂。哇，这些钱、这些财产留给他的子子孙孙吃喝不尽啊！为什么他要奉献给教会，让他的孩子1毛都拿不到？真的是傻，真的是看不懂。妇女团契在这个礼拜没日没夜的赶工，很多人也觉得这个卖的太便宜了，这么傻，做那么辛苦，你有什么好处？看不懂。不管是哪一出戏，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但是真的看不懂吗？上帝看得懂，而我们也感受不到。希望在未来也常常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演出一些让大家看不太懂的一些戏码，是演给众人看，也演给上帝看。弟兄姐妹，我们内心到底恐惧什么？其实上帝都比我们更清楚。你恐惧于你的感情吗？恐惧于你的工作吗？恐惧于你的学业吗？恐惧于你的亲子关系吗？恐惧于你的钱财吗？只有上帝知道你真正恐惧的那个点是什么。千万要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出戏，这个故事。当信心的考验来临的时候，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信这话吗？盼望以后不会再有人问说，为什么一定要11奉献，而是有更多人突破生命的巨高点，而是站在一个信心的制高点上面，用充满自由的生命问说：只有11奉献够的自由，要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就要摆脱我们的恐惧，摆脱我们的恐惧，跨越这个恐惧。我们是上帝儿女，不活在恐惧里，我们不孤单。
我现在的心里是充满恐惧的，或者这个恐惧你现在非常清楚，也可能这个恐惧你还不是那么的了解。那么恳求主，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能够有足够的信心，能够跨越这样子的恐惧。即便这个恐惧，这个惧高点还没有临到，但是主，求你预备我，求你磨练我，求你帮助我。当哪一天这个恐惧的惧高点临到的时候，我可以跨越它。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带着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怀抱那超越恐惧、自由的信心，进入父的宴席，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